一身好武功，身經百戰仲冇得天下認同，簡樸一生不好功。眾弟子不生受無窮，未為所有的傷痛。多少的武功多於那歲月中，仿似霧裏紅，誰能分清吉與凶？勸大家胸襟要大同，便會一世將福心中。一步一拳功夫意念要專心，靠找取中線，標準熟記方得真。調手雙國江中游，天馬更手權亦重，用那標矢制敵窮。若有膽氣便見